没想到女人竟然给婴儿喝下安眠药，而她疯狂的举动却是为了陷害对手。这天，太后60大寿皇宫举行生日派对。突然，此时宫女告诉孩子的生母说，小公主不知为何突然上吐下泻。经过 CT 和胃肠镜的双重检查后，太医给出的结论居然是食物中毒。虽然木薯粉不是毒药，但长期服用就会导致呕吐不止。由于婴儿肠胃娇嫩，很难吸收此物，如果不及时救治，小公主很可能会夭折。经过太医的解释，众人大惊失色。而华妃也按照剧本开始了表演，她淡定地表示从未见过什么木薯粉，想必有人在故意毒害公主，又嫁祸臣妾，希望皇上能彻查此事，还奴家一个公道。此刻，内务府的公公接到传唤，很快赶来。他说，从年前到现在的3个月里，记录本上只有婉贵人领过木薯粉。同时，2个宫女也斩钉截铁地说道，她们亲眼见甄嬛偷偷地进过公主房间。接着，华妃又在旁边添油加醋，愣说甄嬛在宴会上消失过一段时间。你既然说没有，当夜你离席之后，可曾遇到过什么人能证明你没有进入清凉殿？其实甄嬛还真离开过宴会，只是她不想和其他嫔妃争风吃醋，便来到外面跳跳广场舞活动。怎料刚好碰到了少妇杀手17爷，因此他们2人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，这才错过太后切蛋糕的环节。那一晚你是去过清凉殿吗？而甄嬛担心皇上会吃醋，为避免节外生枝，她竟选择了沉默。可这样一来，更是此地无银300两。而孩子的生母曹贵人也是不依不饶，于是皇上为了平复他们的情绪，只能对甄嬛做出必要的强制措施。就只好让你禁足再做打算。当夜婉贵人是和本宫在一起，而端妃来到目的就是要保住甄嬛，若想以后扳倒华妃，必须要有强力帮手。而她孩子的夭折也是拜华妃所赐。其实她和华妃的仇皆因皇上而起，因此老四一直觉得对不起端妃。心灰意冷的他多年来深居简出，又从来不参与后宫的是是非非，所以他的每句话反而让皇上深信不疑。有端妃给甄嬛提供的不在场证据，皇后这个笑面虎也赶紧替甄嬛洗白。这样说来，温宜公主的事就与婉贵人没关系了。无论华妃和曹贵人再怎么折腾，在端妃的证据面前，他们只能认栽。就连刚才信誓旦旦的2个宫女也突然话锋一转，奴婢是见婉贵人往清凉殿方向去了，至于有无进去，似乎什么似乎，简直就是莫须有。就这样，端妃帮甄嬛洗脱了罪名。当甄嬛很是好奇地反问端妃时，她却淡淡地表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。说完，她直接离开了现场。另一边，皇上也猜到有人陷害甄嬛，只是他不确定到底是华妃还是曹贵人，于是皇上便给曹贵人讲了一个故事，说万历朝有位景妃，最喜欢利用亲子珍宠，甚至不惜让怀中小儿发热，引皇帝注意。你怎么看？臣妾若是万历帝，必定杀死景妃以正宫位。曹贵人的回答那是干脆利落，可见他对华妃已经恨之入骨。原来华妃为了逼他一起对付甄嬛，竟抢走他的孩子作为要挟。接着，曹贵人告诉皇上生孩子的不易，显然他用怀胎10月和一朝分娩的事来解释他不会拿孩子当争宠的工具。当然，皇上也听出曹贵人的言外之意。其实老四最希望是他陷害的甄嬛，毕竟华妃曾经有恩自己，若不是他哥哥年羹尧帮他登上皇位，自己早已成了八爷党的阶下囚。随后，心中有了答案的皇上只好让曹贵人去华妃那里接回孩子。然而甄嬛刚处理完陷害的事，华妃就收买了她的贴身宫女。最怕家贼难防，你也瞧出来了。那绸缎，教主还要赏给浣碧宫。赏，我倒要看看，他还能生出什么事来。